1979年7月3，全台湾最后的3轮车完成收缴，这款用人力载客的方式，伫台湾行入历史。这2台3轮车是宜兰全县329台内最后收购的2台。以后全省各所在，搁再也未看到3轮车伫大街小巷乱出走。为了推动机械化，省政府开钱买这3轮车，除了每一台车发放12000块的补助款以外，政府依照车主的意愿，辅导因另外就业。大部分的车主拢去驶计程车。大学联考实施48年，将近半世纪，伫2001年7月3这一天完成最后一场考试，未来将由多元入学的方案代替。最后一摆大学联考放榜的录取率有6.5%，这是有史以来上悬的记录。真侪名称学校录取率更加有到9%。规定年起全面实施大学多元入学方案，也是讲入学的方案，包括申请入学、翻新推荐加考试入学。